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过来捌一字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就是逐工一字，这个工，这个工是白音，一工就是一日，也就是24点钟。另外用劳力技术食头路趁钱的人，咱讲是劳工工人。若是生产劳务的工课，像咱讲工程，加用时间含气力做的工课，煞无得到应该有的效果，咱就讲了工。用技术制造产品的所在，咱讲是工厂。这个文音读做工，像古早乐谱就读做工，像讲公车。若第三个音咪嘛是工，咱带大家做过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戇工就是无意义的工课，像讲了戇工。第二个词读做浪工，就是有一个意思，其中就是讲找有用的时间出来。嘛当讲是过一工，像做一工，一工无做，咱就讲浪工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你种仙人掌，唔通逐工甲伊压水，逐工压水，若是打沙屯海白了工做戆工，嘛有可能会害伊无命。上少就爱浪工，安尼才袂压水压一个伤过济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工，另外文音读做讲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